请收看因果禅灵红宝忏。两早设想发现未来，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，打拼的人。他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，才有空金的招牌。路是自己行出来，实实在在继续搁拼看卖，规家营营的习惯着爱改。打拼的人，他无永远徛在名声若好，才有空金的招牌。我来去如风，我人就倒爱掉。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地断香，回头是我金不还。放下高度不良相，立地成佛，天地宽。豆姐，你有听见？为生50日你该开始，回头是岸，你唔通一错再错。你敢点你？天要变，好，我来当归一呀！多谢观音菩萨带去。小燕，你累世所种的善因，今日才会得到成果。以后你爱好好修行，方法救世。地主遵命。大菩萨啊，这只破狗吼，就怎互我？请大菩萨，你甲收去教示一下。我才带转来指得您道路。上菩萨。定真的啊，心欲的身体吼，即马是元气大伤，甲插去的房间，互伊休困一下。来，这九转金丹，互伊连食3天就无代志。我知影，哦，等我。较注意着，较注意。保持闪烁，地主真袂明白的所在，为什么我来甲迄个狗仔有这深的冤仇？业障啦，这是你前世甲伊所结的因果。断言不仁，可毒百姓，胡作非为，本教不好。所以今摆本教要拥护断义为皇帝，大家支持。请皇上上位。古早时代，这只狗仔转世化身为三果，创立了三果神教，去帮助皇帝断义篡位。万岁！民心下万岁！启禀皇上，请皇上下旨，即刻通缉断人俘虏，一律活了，转来定罪啊！照办。是。阿弟弟，我走。哎呀，你小子，你个你卖管我！小姐，我你钱呐！这位宗主，我是公主段位，有人一连环3个道人来作乱，我父王就要受重伤，我传父王要得走的。你啊，公主甲皇上，是嘞，小明舅公唔知影，无要紧，歹人紧的若安尼哦，互我舅公来保护你。也毋过，我今日派同事协助来，我烦恼阮父王的安全。不要紧，这家己山口有一间古厝，拢无人知，你想去遐边，我带这甲你保护，甲你断了。前世吼，你是一个茶夫，
周公，因为你路见不平去解救落魄的皇帝段誉，就是因此你才甲段文公主结成夫妻之缘。教主，我这摆有法度做了皇帝，全是你的功劳啦。皇上得道，万民爱戴，微臣一片担心，这不是天马之劳啊！我的江山就是你的江山，以后咱是有福同享啊！谢皇上。皇上，这摆有人咧阻碍咱的计划，过去阮死死的较快活。你认为安怎做较好？你就安怎办啦？遵旨。我就是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啊！等者，顺啊，你袂用安尼做，你是想要控制谁？你安尼做，等于是伫咧谋杀皇上。什么咧皇上？皇上已经换人啊！段英本来就该死。顺啊，你为段誉篡位，等于是不仁不义的代志。你搞掂，才甲你无地带，你闪！不要！皇兄，你是安怎啦？公主都拜托你照顾我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我周公我会保我的性命，我嘛会保护公主的安全。多谢你。就是因为你帮助公主复国，所以你甲公主的感情是愈来愈深。相对，你甲三顾道人两个人的仇恨是愈结愈重。皇帝位只不过是如此啊！我就是讲做皇上，是偌尔啊摇摆。哼！结果皇上嘛是爱听我的话啊！就是有一摆，你让公主先走，你家己点英雄，领好咱队交quyền，所以你去互三国神教匪徒所掠。原来拢是你这个臭小囝咧阻碍阮的计划。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茶夫，暗凊家己看鬼扭头，既然甲本教主作对，你唔食公主，妖道，你下卖皇上甲公主，大家看到你，都要甲你赶我。你点你七月半暗唔知死，死啊硬推背，甲抬后山洞，我甲咬死。是。公主。真爱剩你孤单起来，我随时都会当甲你掠起来，你永远都倒袂出我的掌中心啊！这个教主的思念，就是当今公主的作为，才会将你救走。所以，这个思念嘛，甲你有累世的情分。伊就是即摆人讲，前世累受水加火，见见高高你做一伙，你有收获伊人魔，一念之温带相哦。一念之温带相哦。无毋对，阿燕啊，就是因为你顶世人用你的性命去解救这两个姑娘，帮助公主复国，但是伊终身无嫁。伊一粒较想嘛是你一个，为着报恩，所以讲这世人伊转世来做你的家后，另讲嘛是共款。这就是讲你顶世人种什么因，这世人你就受什么果。将军，代志唔好啊，老夫人的伤势愈来愈严重啊啦。阿娘，你是安怎？阿燕啊，我恐惊的无希望，我实在真唔甘这个时阵来离开世间。阿娘，你也较坚强咧。我会恳求，我一禅师，互你长寿啊！
互你好好搁再活起来。保持相思。哎呦，阿燕呐，我如菩萨世间，阿弥陀佛。相思，我希望讲，阮阿娘会当搁再加活几年。我嘛希望会当完成伊的心愿，互伊会当搁再加抱几个孙。阿燕呐，你的孝心实在是令人感动啦。但是吼，生死有命，不可强求啦。阿燕啊，安尼，老禅师讲起真对，我应该是无梦啊。咱母仔囝燕也真啊。阿娘，你唔通安尼讲，阿娘甲你交代，你一定爱替这天下间的百姓好好打拼。我知影。阿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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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几年予你真委屈，我了解你内中的心情，你的一切拢阿燕为第一，你家己拢摆伫上尾啊！我真感动有你这个好心妇，才会当予阿燕安心做永久的大将军。以后有这个宽宏大量，阿燕才会当带你房。我替阿燕真欢喜，嘛甲你真感谢。阿娘，你莫阁讲啊！你莫安走，你若走，你叫我一个人以后心要安怎？你要有阿燕啊！阿燕一直拢足爱你。阿娘，阿娘。啊，讲是讲准爱讲人，啊爱分小牵连。声落好将空，因的鸟哦，哎，兄啊，你注意看卖咧。哦，这块目睭哦，我感觉重的哦，有生理。哦，啊那这鼻啊吼，成将军啦。我嘴少看，哎呦，喙这高水这水，搁这细。啊，你看，水看，这喙哦，喙像阿姨，像我，你看，有像无？你看，有像无？你讲，太无？那一点仔就无信。哎呀，啊你两骹老贵啊！哎，你讲你看，真正好袂？哎呦，这对耳啊，哎呦，有种巴蒂的，哎，这袂像你哦，啊倒边像我，这甲你真正看，真正有像我无？这大腿，你看有像我？我真是嘞，真像的呢。像我就对啊啦，好像阿姨哦。哎呀啦！是什么代志啦？你哪安尼？你过身啊啦！哎呦！哎，新公主啊，来，咱来食药啊吼，行好哦。哦，谢你。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我来伫咧遮。啊你是什么人？你来伫咧遮？新公主啊，吼，你问啊遮济问题，那嘛唔知要安怎甲你回答。啊，无安尼啦，你问一个问题，啊，我就甲你应一个问题。啊，你问啥物话，我拢甲你讲，安尼好无？哦，请问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，这个将军府啊。将军府？啊，是第一个将军府？啊，恁二兄都萧燕嘛，啊，这是襄阳的将军府。原来我已经来到襄阳啊！吼，你来襄阳哦，已经来有够久啊，你知影无？啊对啦，你是啥物人？我，拢我都顶真的啊。顶真的？我知啦，你一定是将军府的查某囡仔对吧？哈，查某囡仔？哎呦，啊你目睭是叫哪把磕着
是无？吼，凭我这种的体质，你只气质啦，凭我这种的人才，我这原来大小姐嫁呢。吼，我这款样的，我真正是查某囡仔。先生啊，你是查某囡仔，无请问你伫中国府是咧创啥？哼，今仔日呢是我家在你问我呢，你着缘投啊送吼，我会当原谅你呢。这若要别人问我这句话哦，我随时嘴巴憋憋，白甲嘴歪，你知影无？是讲吼，你问我吼，我会当原谅你，我拢甲你讲啦。啊，就阮小妹啦，阮小妹叫做丁宁公，伊嫁予将军府伫遮，予将军做二房啦。啊，人我伫这个所在吼，是甲阮小妹仔斗帮忙。哎呀，最主要吼，啊，都人伫这个所在，咱嘛是照顾你。你嘛较细个咧，毋是条件啦。看起吼，愈看愈面熟呢。咱是毋是捌伫什么所在见过面？客栈马阮三号图，客栈马令沙好图，在过北斗归北斗，你一代军师想无步啊，想无步。啊，我想起来，你想啥物啊？我会记得我伫咧客栈啉酒，然后行出去，后来后来是安怎？安怎？对啦，认真诶，我伫咧将军府到底偌久啊？哦，你哦，我会想看卖一个。那你自你来遮了后，都办喜事啦，搁再办丧事啦，办来办去，安尼斗来斗去，到今仔日啊，你伫遮足足多做一年啊？啥？我伫遮做一年。嗯。啊，到时讲。啥若好才有空，因的招牌。二弟，这一年来变化的代志真多，讲起来是话头长。天下间最可爱的人，也是最可怜的人。天下上个可恶的人，嘛是可笑的人。二弟，今日无兴，要家己好好啊饮几杯。好，咱就好好啊啉，甲所有的不足、忧愁、甲悲伤化作酒。看破人生风放雨，下江湖恩怨，留7分正经以度生。留3分期待以风死。来，干！你敢知影？你要来这个世间以前，发生偌济代志？你那爹，你那娘，还可有你的阿嬷，发生足济代志，知无？哈？你知影无？伊若是知影，伊就毋敢来投胎啊。哎呦，将军啊，较紧的啦！这个囡仔哦，来了就无简单的咧，赶紧甲号一个名，看安尼大富大贵无吼？是啦，相公，你紧家号一个名。我再来甲伊号做小统，小统，统一天下。赞，这个名好，人讲贵子贵名，嘿，小统，统一天下。将军，大夫人要死啊！阿妹要死，快点，我来验看卖。倒了。阿妹，你也太勇敢了，不管这个囡仔怎么样，是啊，感谢观世音菩萨大悲，会当阿妹平安顺遂。那有啥？出困难人啊！啊，这查甫囝，来，规身躯拢是感冒啦。哪有可能是怪胎？
是迄个狗姐伫咧作怪。也毋过，伊已经去互观世音菩萨收走，咱还阁会作怪？敢讲，这是以前所做的，实在是造孽。将军大人，这怪病，亲像我听来外口处理掉。袂用去，伊是我的骨肉，我袂用甲担掉。我这嘛是好意啊，我是惊哦，大夫你若是看到，会惊到昏昏动的。我要甲你交代，有今日这场代志，唔准互伊大夫你知影。你讲伊也是问起，困是要哪回答？我甲你讲，你若是问起这个囡仔，伊讲这个囡仔真正常，平安无代志。狗换怪婴满娇妻，大脑不长怨道生，强勇肉包落阿逼，善有恶报撞天机。阮目睭抓一粒线，伤心感觉较自然。你痴情，阮了解，已经打动阮心弦。你该选择我，酒后吐真言。感情世界有啥人证明？最后敢袂变魂烟？爱你这用心，不敢对你有欺骗。你对阮的爱，希望真正有缘。爱你这用心，无奈不敢有怨言。你对阮的爱，一定不敢表现。啊，到时间准爱讲人，啊，爱分相牵连，透过山